施政報告宣布成立 AI 效能提升組，我認為呢個係體現咗政府銳意改革、敢做事、能做事、做成事嘅作風。我之前一直倡議政府應該要由高層嘅領導同埋統籌有關提升公共行政效率嘅工作，結合創新科技，將重疊嘅人手、資源同埋業務嘅流程作出重整。因此，我好期待 AI 效能提升組透過智能化、高端化嘅手段，簡化跨部門流程，減少重複或者係不必要嘅審批流程，同時用好香港本港嘅公營機構嘅靈活性，推動更多便民嘅政務配套服務。同時更重要係以市民同埋我哋嘅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咧，就為中心點，與時並進。例如持續優化個人版嘅智方便，盡快推出企業版嘅智方便，做到一網通辦，只要輸入過一次嘅資料，便可以應用喺各政府嘅電子服務上面，不用為我哋嘅繳費、申請牌照、申請政府資助、預約公共設施等嘅程序嘅重複輸入資料，有效咧去減低市民、企業同埋政府嘅營運時間，盡量減低中小企嘅營運成本，使到我哋嘅營商環境競爭力再不斷優化，更加做到便商便民。